佛陀诞生啊，佛陀涅槃，10月初8哦，10月初8呢，10月份初1、初10都不能行淫呢，很严重呢。初1、初10犯淫哦，1年内死亡呢，好可怕啊！参考寿康保健，长寿的寿，健康的康，寿康保健。农历11月15，11月15也很严重哎，上半夜犯了男的死，下半夜犯阴的女的死，好可怕呀！11月23哦，农历的11月23犯阴了，绝世啊，绝后代啊，好可怕呀！那农历5月的5、6日啊，15、16、5、6、7日啊，15、16、17日，25、26、27日，这9天叫9毒日啊！哦，犯的都很严重，可能是大病还是什么，提到死亡的有10月初1、10月初10、11月15，农历的。好像还漏掉哪一个啊？对，还有一个除夕12月30号，除夕哦，12月30号，犯的也是会死的，犯淫的。除夕哦，通常要拜祖先哦，犯淫的也会死的，很可怕哎。11月23，农历的哦，11月23，犯淫的话，因为绝世哎，绝后代，好可怕啊！参考寿康保健。